大家好，我哋係香港眼科醫院青光眼科。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微創青光眼手術房角手術。如果青光眼病情對藥物同激光治療嘅反應不足，或者患者承受唔到青光眼藥水嘅副作用，就可能需要接受手術治療。傳統嘅青光眼手術包括青光眼引流手術，例如小梁切除術或為眼睛植入引流裝置。呢啲手術喺降低眼壓方面非常有效，但係手術規模同埋風險比較大，而且需要較長嘅恢復時間。近年嚟，醫學界發展出一系列新式嘅青光眼手術，統稱為微創青光眼手術。進行微創青光眼房角手術嘅期間，醫生會透過手術切口，並用棱鏡輔助喺眼球裏面嘅小梁網或者係前房角位置植入微型支架，或者係用手術儀器切開房角，以促進前房水嘅排走，達至降眼壓嘅效果。呢類型手術一般可以單獨進行，或者同白內障手術聯合進行。微創青光眼房角手術嘅好處包括手術切口較細、入侵性同手術風險較低、手術過程同恢復時間較短。不過，雖然微創青光眼房角手術一般安全性比較高，但係其中個別選項嘅降眼壓效果可能較傳統青光眼手術遜色。因應個別情況，醫生可能需要喺稍後時間為病人進行其他青光眼手術，以達至理想嘅眼壓控制。而家我哋會講下手術風險。呢個手術通常可以喺表面麻醉，即係眼藥水或麻醉啫喱下進行。個別情況下，醫生可能會喺眼球周邊注射局部麻醉藥物。眼球周邊注射麻醉藥物一般都係安全及有效㗎。可能出現嘅併發症包括眼周邊同眼結膜浮腫、眼球後方或者眼周邊出血同淤青、眼球破裂洞穿、視神經受損、眼球發炎，例如眼內炎同埋眼腔蜂窩組織發炎。如果麻醉藥進入體內血液循環系統，可以直接影響心臟同埋神經系統，病人可能會感到頭暈、神志不清、腦神經麻痹，嚴重可引致痙攣、呼吸困難，甚至呼吸同心臟停頓。但係呢啲情況係屬於十分罕見嘅。至於可能發生嘅手術風險，就包括眼內出血、支架阻塞、鬆脫或者錯位。如果手術內視野模糊，可能未必能夠成功植入導管；視力暫時性模糊；角膜或者晶體受損；眼壓短暫升高或持續過高，需要重做手術或接受進一步嘅治療；眼壓過度下降，引致視力模糊。眼內組織受損導致持續性低眼壓同埋相關嘅併發症，例如低眼壓性黃斑病變同脈絡膜脫離，或者需要手術補救。虹膜炎、眼睛受感染、發炎或者化膿，眼睛長期不適或者發炎，因為眼球裏面嘅各種衰退，手術後視力惡化，嚴重可完全喪失視力。如果同白內障手術同時進行，請參閱白內障手術須知。而家講下術後護理同注意事項。手術之後，請按照醫生處方，按時使用眼藥水同埋眼藥膏，以減少傷口感染同埋發炎嘅機會。時刻保持傷口清潔，並避免捽眼，避免游水。建議選擇扣鈕嘅衫，避免着過頭笠嘅衫，以免因為衣服觸及眼睛而引致發炎。情況許可嘅話，多飲水同埋多食蔬果，以免便秘。如廁嘅時候，唔好過度用力，引致傷口並裂。避免咳嗽、搬寵物或者彎腰，令頭部低於腰部。
而家嚟到術後嘅跟進。手術之後初期，患者一般需要比較頻繁覆診，直至眼睛情況穩定。個別情況下，病人可能需要再入手術室進行跟進程序或者係手術。長遠嚟講，病人可能仍然需要長期使用眼藥水或者口服藥物。而眼內房水排出不平衡嘅情況喺手術之後亦都有機會再次出現。如果情況未能夠受控，可能需要接受另一次手術，以防止病情惡化。如果出現嚴重病徵，例如做手術嘅眼睛大量出血、劇烈痛楚、發燒、傷口紅腫發炎，或者傷口有大量分泌物等等，就要盡快求診，或者係到就近嘅急症室診治。最後可能發生嘅風險或者併發症不能盡錄，難以預計嘅併發症亦偶有發生。個別病人嘅風險程度亦各有不同。如果你對短片嘅內容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向你嘅眼科醫生查詢。